早晨，依家係5月6號嘅11點。我聽日9點半嘅日文考試，但係我仲未開始溫啊，所以就喺呢度開始啦。早晨，點解中大又落雨㗎？好眼瞓啊！神志不清啊！但係要出門口啦！係啊咪，出發！早晨，已經去到第二日啦，琴日已經考完1480 final，等陣咧就要去 Con U。我哋要行呢條長命樓梯，成溫嘅時候，一開始好抗拒行呢條樓梯，但係依家嘅我已經習慣咗。已經接受咗呢條樓梯。我平時中意行呢條路多過canteen嗰條路，因為呢邊好似舒服啲，同埋唔使行樓梯。依家係5月9號11點48分，即將開始寫我今個 sem 最後一份 paper。一罐果汁，一部電腦，一個野蠻，一個奇蹟。做埋呢份我就完成啦，但係我一隻字都未開始寫啊！